清初順治年間，帝祖皇帝突患重病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傳說千雪峰有一朵奇花，每20年開花一次，採得者可令人起死回生，白髮變黑。朝廷決定派遣使者往雪山尋花。大清朝廷八旗總管耶律聶堂逗留拜候武當卓老前輩。現今皇上龍體有恙，聽聞卓老前輩所護守嘅幽潭奇花有起死回生之效。而家係咩時候？哦，距離開花仲有2個時辰。我係話，而家係咩年頭？前輩，依家係大清建國剛剛10年。10年。你走啊！前輩，只要奇花能夠醫好皇上龍體，朝廷一定唔會虧待前輩嘅。呢朵花唔係俾你哋嘅。卓一航，你究竟有冇聽到我哋統領講嘢？